巧林啊，你有冇睇過功夫呢一出戲啊？梗係有啦，我最記得戲入邊有個功夫好了得嘅女人，無論係樣貌、身材或者功夫，都係最吸引我噶，仲令我最難忘添。喂，巧林，你望下嗰邊。咦，華哥、秋姐，不禁錯檔啊！嚟表演下啫。成和敗努力嘗試。